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6年7月13號啊！呢度係港鐵嘅啟德站。咁咧，我而家喺呢個月台往烏溪沙方向，發現咗一隻麻雀喎。咁都即係覺得好困惑啊！咁我唔可以掂嗰隻麻雀㗎，因為擔心會傷害到佢。咁個問題係呢隻麻雀咧，唔知道呢個港鐵嘅鐵路系統啊。咁啊，希望有職員幫到佢啦。因為佢如果咁樣咧，佢會困住咗喺呢個車站度。咁我試下問一問啲人啦，問下啲職員話有隻麻雀喺個月台度，睇下佢點處理啦。終歸佢都會被發現㗎嘛。呢隻麻雀咧仲識喐喎，咁我冇去接觸佢，因為我又冇手套。如果有手套可以捉住佢，放翻佢去外邊。咁我籠又冇，乜都冇，咁就我報告俾啲職員聽先啦。咁啊，希望呢隻麻雀可以平安冇事出返去。多謝大家收睇。